你有冇發覺，當你失意嘅時候，好多人講嘅安慰說話未必真係幫到你呢？甚至會帶嚟一啲傷害。今時今日嘅社會，人與人之間比較疏離，精神健康嘅問題都越嚟越嚴重。點樣學識有效咁去支援身邊嘅人士，都係一門學問嚟㗎。嗱，今日想同香港城市大學任教輔導課程嘅 Ricky 傾下偈，去了解下當中嘅詳情啊！點睇而家香港嘅精神健康問題呢？香港人個壓力好大啦，咁但係仲有個問題就係我哋嗰個支援系統比較薄弱啊，即係當我哋有情緒問題、唔開心、失意嘅時候咧，身邊嘅人未必好識一啲嘅有效嘅技巧咧，去提供一種協助啊、支援。點樣先至為之有效嘅技巧咧？喺你哋輔導課程入邊咧嚇，點樣學到呢啲嘅技巧㗎？我哋喺課程裏邊咧就會教同學咧一啲輔導嘅介入理論啦，同埋啲實務嘅技巧。輔導員應有嘅倫理標準，仲有學識咧即係反思嘅能力。如果有啲同學佢係選修實習嘅話咧，佢仲需要咧去真係要去接觸一啲真嘅個案啦，喺一個督導之下咧去學點樣做提供一個輔導服務咯。嗱，我知你哋嘅畢業生啊嚇，好多都從事翻啦輔導相關嘅工作㗎。咁讀完課程之後啦，仲要係實習喎，而冇做相關嘅工作嘅時候，會唔會好嘥先？從社會角度嚟講唔嘥嘅，因為讀咗輔導之後咧，佢可以係做輔導員啦，又或者佢喺翻自己嗰個崗位裏邊咧，去運用佢所識嘅一啲輔導技巧，去支援佢嘅學生啊、同事啊，或者佢啲客戶啊。其實你見到唔同崗位嘅人都識輔導技巧，其實對社會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喎。嗱，學輔導技巧一個咁專業嘅課程啦嚇，當中有啲咩困難嘅咧？除咗要花時間讀之外咧，其中個難處就係學輔導唔係純粹係一知識技巧，仲係關乎成個人嘅。我哋用成個人去提供個輔導，所以人嗰個改變都係重要咯。投入時間，願意面對自己，改變自己。幫到人都同時幫到自己啊嘛。冇錯。唔該晒 Ricky。我有機會同城大嘅師兄師姐咧交流過嘅，即係揀科之前，咁我就覺得佢哋咧係比較真誠，同埋講嘢咧係比較貼地一啲。我自己本來咧就係諗住做一個輔導員去幫人嘅，咁但係咧原來呢啲技巧咧，輔導嘅技巧嘅知識咧係可以幫你咧發掘你自己內心。呢一啲技巧其實亦都幫到我去同我身邊嘅人去溝通，無論係我自己嘅朋友啦、父母啦、我自己嘅小朋友，甚至乎喺工作上面咧，其實都有一個無形嘅影響，會幫我哋去配對一啲實習嘅機會嘅。咁在我嚟講咧，呢樣嘢好緊要，因為我係本身冇呢個 academic background 啦，我亦都喺個工作上面係冇相關嘅涉獵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要我自己去揾呢個實習嘅話咧，個難度係相當大嘅。讀呢一個課程，我諗最開心嘅咧就係識到一班好好嘅同學啦，同我以前讀書好唔同嘅。我以前讀書咧，我都就係大家一齊上堂落堂，咁就未必會有溝通。但係因為呢一個課程咧，有好多需要溝通嘅機會，例如我哋要做好多 role play 啦，其實對同學之間咧有好多深入嘅了解 ，which is 係好 unexpected 嘅。雖然每一個學期我哋嘅工作量係多啦，係好緊湊嘅。咁但係其實我哋嘅學習係值得嘅，因為學習係自己㗎嘛，點樣幫助到自己成為一個更加充實嘅一個助人工作者。香港城市大學輔導碩士呢個課程已經有超過20年嘅歷史，畢業生獲取嘅資歷得到香港以至其他國家同地區嘅專業團體認可。咁想投身輔導專業，又或者想學識專業嘅輔導技巧嚟到支援你身邊嘅學生同埋同事嘅話，都不妨考慮報讀呢個課程啊！